好，下位請周小松議員。好多謝主席。我係支持盡快通過撥款啦，去開展呢一個 iPad2 嘅一個工程嘅。咁從而咧就可以結束我哋長期係依賴堆填區去處理一啲都市固體垃圾嘅一個年代啦。咁令到居住喺堆填區周邊嘅一啲居民咧就免受一啲氣味啊嗰啲滋擾啦。咁有幾個問題啦，就第一個咧就文件嘅第25段咧就講到咧就我哋 iPad2 嗰個工程嗰個處理嘅費用咧係用每日每公噸固體廢物處理量嘅單位嘅建造成本咧就經調整後就單價為316萬，就比 iPad1 嘅時候咧就低咗26%，呢一點係值得讚賞啦。咁但係咧，我想就住樓宇同建築工程嗰部分呢，就了解多少少，因為樓宇同建築工程嗰部分呢，呢一個預算呢，就係大概32.7億。我睇翻我哋 iPad1 日每公個年代啦。咁我哋如果係接納咗佢呢一個方法去做嘅話，咁就可以有一個攤分呢，即係政府呢係可以即係慳到錢啦。嘅意思係咁嚇。多謝主席。好，下位請周小松議員。好多謝主席。我係支持盡快通過撥款啦，去開展呢一個 iPad2 嘅一個工程嘅。咁從而咧就可以結束我哋長期係依賴堆填區去處理一啲都市固體垃圾嘅一個年代啦。咁令到居住喺堆填區周邊嘅一啲居民咧就免受一啲氣味啊嗰啲滋擾啦。咁有幾個問題啦，就第一個咧就文件嘅第25段咧就講到咧就我哋 iPad2 嗰個工程嗰個處理嘅費用咧係用每日每公噸固體廢物處理量嘅單位嘅建造成本咧就經調整後就單價為316萬，就比 iPad1 嘅時候咧就低咗26%，呢一點係值得讚賞啦。咁但係咧，我想就住樓宇同建築工程嗰部分呢，就了解多少少，因為樓宇同建築工程嗰部分呢，呢一個預算呢，就係大概32.7億。我睇翻我哋 iPad1 嘅時候，2014年嗰陣時候嘅文件呢，就當時嘅相關呢一個樓宇同工程建築嘅部分呢，佢就嗰個數字呢，就得12億到嘅啫。咁我想了解下呢，佢兩個部分都係樓宇建築啊嗰啲呢啲咧，就佢個規模大概相差幾大啦，同埋佢有冇計算過佢個單位成本係點樣咧？同埋我哋喺呢一 part 咧有冇做過啲乜嘅措施去令到個成本節省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咧，就我哋睇到文件嘅第5段就提到咧，我整個項目咧就會喺5年半內分階段咁功能性完成。即係具體啲講咧，就喺5年半之後呢，嗰年幾嘅時間呢，就會仲有一啲淨化設施啊，或者係一啲教育館之類嗰啲項目呢，就係喺最後嗰年半完成。但係呢，呢5年半內呢，就其實都分階段嗰幾個焚燒爐嘅嗰個組件呢，就已經落成咗，就開始燒垃圾㗎。所以我想問下呢，我哋呢啲焚燒嘅設施開始運作嘅時候，但係又冇同步投入一啲嘅淨化設施嘅時候呢，會唔會對我哋 iPad2 嗰個周邊嘅一啲空氣啊，或者係啲水質啊，造成一啲負面嘅影響呢？同埋呢，我最後呢問一問，即係各方都曾經表示呢，如果能夠承建商能夠提早完成嘅工程呢，會獲得一啲嘅獎金。我想問下當局會有預留幾多嘅資金係作為呢一個獎金呢？多謝主席。處長。係主席。咁或者我哋講講咧，就係後邊嗰兩條問題啦。咁我前邊嗰個咧就交俾副處長答嘅。咁有關於嗰個5年半嗰個即係分階段完成嗰個咧，其實咧我哋係講緊咧，即係嗰個模組本身咧係可以焚燒廢物。咁其實嗰個咧係包埋佢嗰個煙氣處理系統嘅。因為如果佢煙氣處理系統處理唔到嘅時候，我哋係唔會開嗰個焚化嘅設施嘅。咁後邊咧即係話剩翻嗰年半我嚟做乜嘢咧？其實就係去執翻靚嗰個環境。
境嚇，美化個環境，或者係一加埋咧，仲有啲即係社區嘅設施啊、教育嘅設施啊咁嗰啲咧，通常嗰啲咧就都係慢慢去執咧，就會長少少嘅時間嘅。主席，我可唔可以解釋下？你講過係淨化設施，我明嘅，即係之前你嗰個煙嘅處理系統會完成咗先至燒，但係你最後嗰年半你都有一個叫做淨化設施啊嘛。個淨化設施唔投入使用嘅時候，會唔會有影響？有冇影響？主席，唔係嗰個唔係淨化設施，嗰個係美化設施嚟嘅，即係美化，即係話佢係令到咧我哋個附近嗰度咧，即係嗰個環境改善啊，同埋種草啊、種花啊，即係同埋我哋嗰個明白教育明白。咁另外咧就樓宇嗰方面，我交俾係啊，賴處長。好，多謝主席。喺嗰個樓宇建築工程相關嗰個開支方面呢，一個數字俾議員參考。其實12億關於 iPad One 嗰個數字呢，係2014年9月嗰個價格嚟嘅。咁如果我哋將 iPad One 同 iPad Two 兩個擺喺同一個水平度比較呢，就按2025年9月個價格計算呢， iPad One 嗰個樓宇建築工程嘅開支就16億5千萬，而 iPad Two 呢就係27億8100萬。咁其實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啦。咁但係都因為其實 iPad Two 咧整體個處理量其實係真係 iPad One 嘅雙倍。咁所以咧佢無論喺嗰個廢物儲存缸啊、傾瀉大堂啊呢啲部分咧，佢都要有相當嘅規模，先至可以應付到6000公噸一日嗰個處理量嘅。咁但係喺整體嗰個即係成本節省方面咧，其實成個合約我哋都係㗎啦。我哋就透過唔同嘅科技啦，包括即係嗰個組裝合成啊，同埋機電嘅組裝合成咧，去節省我哋嗰個成本嘅。